多謝大家入嚟收聽，我係一位玩三鐵的普通女生。咁其實點解我會玩三鐵呢？咁其實我好細個嘅時候，大概16歲啦，我都參加過渣打馬拉松嘅21公里半馬賽事。當其時因為屋企人嘅影響啦，令到我好想去做下運動。我記得當年我都係好遲先起身嘅一個16歲妹妹。咁放假有咩做？梗係瞓覺啦。而我屋企人喺我瞓醒嘅時候，佢哋已經跑完步返嚟。呢一刻我好難忘。當我起身嘅時候，我就覺得自己咁，不如我嘗試下去做運動啦。咁當時我屋企係住港島區嘅，咁就比較近杏花村啦。我嘅開始就係喺杏花村度兜圈。好啦，我哋都係返嚟近代啲，十幾年前嘅嘢，相信冇人想聽㗎啦。好啦，咁啱啱都提及過啦，疫情幾耐我就停咗幾耐冇做運動。咁點解我由一個咩都唔做嘅港女啦，突然間會的起心肝發奮去做運動呢？咁其實當年疫情啦，種種好多唔同嘅藉口㗎。咁我諗計落，我真係有6年冇認真做運動啦。而我之前做嘅運動都唔可以話算係認真，只係興趣，又或者係我一個消遣嘅活動。去到2023年，我見到背水一戰呢一個比賽，當下我見到佢哋宣傳再次有返呢個活動嘅時候，我就的起心肝。當其時嘅我跑5公里，我都覺得好辛苦，我就慢慢地去由5K 好辛苦，直到我而家，我諗我真係要多謝一首歌啊，就係多謝 MC 嗰首《誓一》，就係振奮我的事不多，唯一你可以激起我鬥心。咁好多人都會覺得當時嘅我，你參加一個好普通嘅比賽仔啫嘛，使乜咁辛苦，做乜咁激動啊？但係真係當其時嘅我係開心到上咗天空宇宙嗰種感覺。如果大家有做運動或者有跑過一啲嘅比賽嘅賽事，你哋就會明白嗰種感覺。好啦，完成咗背水一戰呢個活動啦，我就好似冇乜目標啦。咁其實喺當年未開始做運動嘅我，30歲有咩目標？梗係買袋啦，就係買邊隻袋成為咗我人生嘅目標。而當下我面臨30歲啦，我就同自己講，或者我去做一啲用錢買唔到嘅嘢，我就決定去參加一次全馬。喺2023年4月17日，我見到福岡馬拉松嘅廣告，我2秒決定我要跑全馬。就算冇人同我去，我都諗住自己孭背囊快閃返嚟，因為我當下我決心真係好大。當時嘅我其實跑半馬嘅距離要做好嘅時間已經唔容易。我印象中我當其時跑個 average 大概6分尾，大概7分頭左右啦。但我知道只要我肯努力，我可以完成得到。咁當時啦，再次中咗 Covid 啦，咁其實都已經冇乜精神啦，身體已經冇咁多嘅力氣俾我去繼續練習啊。都唔緊要啦，咁我又大概5月幾中 Covid，等身體慢慢回復到啦，去到7月，我身心都以為自己準備好，我可以準備練全馬。以我當時7月開始練嘅話，都真係掹掹緊嘅，由一個跑半馬都困難嘅人。好啦，去到7月啦，跑到5K 咯，我有一絲希望，覺得我已經返嚟啦，但係我生蛇。好啦，又要休息啦，又要停，因為上半身嘅神經非常之痛啦，又要再等康復，等身體又再 ready 嘅時候，OK，又再由零開始。喺呢段時間，佢身體由高山又再落到低谷，又再上高山，之後又再落低谷。當其時嘅我唔相信跑步嘅 program 㗎，嗰啲跑步嘅課表，我覺得對我嚟講係一種約束。但當下剩返幾個月嘅時間，我如果真係想完成福岡馬拉松呢場全馬賽事，我只能夠去揾 program，去揾呢一啲嘅課表，令到我嘅訓練變得有效率。當時收工之後跑，放假又跑，不知不覺我好充實咁過咗呢4個月，到完成咗呢一段嘅福岡馬拉松之後，我會喺度諗啊，我又有啲咩可以做呢？咁當其時，我嘅老公已經參加緊一啲3項鐵人嘅賽事，我又唔知點解11月嘅時候跑完馬拉松返嚟，走咗去買架單車玩下三鐵啦。我都的確比較鍾意挑戰嘅。咁由我11月決定買單車，
到12月學游水，至到2024年，我單車先可以學到上落鞋。冇幾耐，喺2024年嘅10月，我已經參加咗墾丁三項鐵人 Ironman 70.3嘅賽事。呢10個月嘅自己，我都覺得都算合格嘅。我嘅合格唔係在於我玩三項鐵人嘅成績，唔係在於我跑到幾快，而係我當中有盡力喎。當時嘅我只係同自己講，只要用堅持去實踐嘅嘢，你都可以做得到。雖然我三項鐵人冇經驗，我亦都唔係一個跑得好快嘅人，但我呢個嘅開始，希望可以話俾大家知道，其實冇嘢冇可能，只要你願意。以上嘅就係我當初踏入三項鐵人之路啦。咁我都希望大家可以由唔做運動去到嘗試做運動，或者再行上少少去玩下三項鐵人啦。其實冇大家想象中咁難。我當其時游水只係游到300米，已經覺得好攰噶啦。我相信你哋都可以嘅。送大家一句說話：該奮鬥時，別選擇安穩。呢句說話係教識咗我點樣去堅持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所得着。咁今日講到呢度先啦，我哋下次再講其他有關運動嘅話題。拜拜。